真正的这个酱油就是用酵母跟海盐去发酵它，然后出来也是甜的，但是不便宜啊。对，我到目前为止我给它才3两。没有，包括那个什么，横竖那个欧岛杯啊，那个都没有那个。你一样的酱油，你一定要注意看，它的成分越多的话，你越不要考虑。而且你买一定要买黑豆，什么豆渣、豆片，这个都不对。这个豆渣就是它把这个原油黑豆泡起来的原油，然后它再把黑豆捞起来。用那个机器把它压出来，不是粗糙的，它不是自然发酵流出来的汤汁，是蜜奶，它那个就是叫做豆片，它有会标榜豆片，就是纯黑豆，它效果买的像就是黑豆，盐或是海盐都没关系，海盐当然是更好啦，然后酵母。他们有甘草萃取，甘草萃取很便宜的，高度很秀的呀，效果不一样。甘草其他增加也没有，它是用甘草萃取的那个，它是用它的那个什么来发酵，不是用甘草去调它的，也有啦。所以说买酱油，如果说家里要吃，你记得一定要买，那个。越要越来越少。跟现在都一样嘛，都是而且我到我那个程度，家里小朋友来的时候，我在其实都只是加水，就是加米酒。我每次米酒大概就是到1到2年特别半。对，这也是那个汤汁哈，你完了之后，就是你的打归。菜炒都是很好吃。我有试过上次我试过那个高丽菜有没有？但是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油脂，你有怎么办？对呀，真的，对那个，素食的，我觉得这个，因为那个料比较，那个菜料它油量。除了加橄榄油、沙拉油以外，可是它不吸收。菜它对那种动物性的油，它不吸收，所以它会比较口感。所以可以橄榄油其他外面可以光滑，它本身它没有办法吸收这个橄榄油，所以你吃的时候你觉得那口感上就是好在没有那么好。所以我现在找什么东西能够让素食有期待去熬它的时候，它的吸收的那种。好，这样喝。现在在找素食我昨天在看电视那个健康1.0嘛，他就讲说，你只要煮什么汤啊，炒什么菜，素的嘛，你只要是粉末，还不便宜哦。我问他好像不便宜这样子哦，那便宜的哦，他不便宜哦，要500块哦。我本来要买，因为我现在是市场部嘛，然后他跟我那个如果你经常你出去玩，如果你今天开始疗养，放在杯子上睡，他说他会马上提升你的那个，你想要买？我在想要买，因为如果你以后考虑吃素的，再次去那个国外去。有点关系呢，点关系，好，小天使仙女。